啊，若卡叔讲过，互你100个机会，你会想要选择啥物款无共款的职业咧？哦，我想要做一个厉害的拍火英雄。哦，你是讲消防员？无啦，消防员是人减肥咧食好消防的药。知啦，我无咧讲减肥药啊啦。哦，不过消防员足辛苦的呢。哦，你看，也去迄个火场内底救人，你敢有法度？食苦当做食补，好，啊，无咱来试看卖。试看卖。我即摆伫8楼。8楼。啊，你要为下骹起来甲我救。起来。嘿嘿，了解。来。救人哦！真枪。救人哦！火车便当来一粒。你即摆是走去对啦。你毋是叫我为下岗起来？下骹起来啦。下骹。为下岗起来，我已经臭火大啦。臭火大一定臭火大呀！是你在笑啥？算啦，你就甲我扶起来就好啊。哦，甲你扶起来。扶起来啦，你是咧吼？对啦。先去洗衣哦，来救我啊！豆豆行哦，豆豆行，豆豆行，咱两人。你妹即摆是咧跳实力舞戏啦？较正经的啦，直接救出去就好啊啦。直接救出去。嘿啦。了解。先去洗衣哦，来豆豆行。咱等下落楼梯哦。啊，等下坐电梯哦。落电梯啦。等下迄个过桥哦。收紧啊啦。啊，等你看到火紧走哦。你妹即摆是要死啊伊啊？你到底是会晓啊袂晓啊？我感觉做一个消防员真正足辛苦的。啊，我是毋是通拄仔就甲你讲啊？啊无，我来卖消防员好。食较歹的啦。多谢大家。